在咱关心今日天气，这是风台度数热，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拢也未解除。那后壁即马有一个风台，这是今年第6号的风台卡诺，伫今仔日翻点过半暝2点的时已经形成。咱同齐来看分图。气象局是预测讲卡诺未来是行向西北。 后礼拜会通过琉球海面，也若经过咱台湾北边的时，敢会挖进咱台湾，也是会继续往北。这部分是阁需要观察。目前咱台湾也是爱设置度数热风台威胁。目前度数热伫澎湖西南边70公里的海面上，澎湖甲金门今仔日风台上界大有12级至14级的强阵风，拢爱设置。 今仔日台东、屏东嘛会出现超大水雨，高雄甲花莲是大水雨的级数。气象局是预估讲，伫今仔日早起，暴风圈就会离开咱台湾本岛，各地风雨就会豆豆啊减少。啊，那温度的方面，伫无落雨的时，今仔日同款是高温有31度至33度。